主后2025年11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无用外貌论断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加拉太书第1章18节到第2章第10节。3年后，我才去耶路撒冷拜访彼得，甲伊待15日。主的兄弟雅各以外，其他的使徒我拢无见着。我所写的拢是事实，伫上帝面前，我无讲白贼。后来，我去叙利亚甲基利家境内逐所在，当时犹太地区正教会的信徒拢毋捌我，因只有听着别人讲，迄个以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得传伊过去想要毁灭的信仰。因就因为我归荣光互上帝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2章。14年后，我阁上耶路撒冷，巴拿巴甲我做伙去，嘛带提多做伙去。我上耶路撒冷是遵趁主的启示，我有私下对遐个领袖说明我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，才免互我过去也是现在所奔波拍拼的拢落空。甲我做伙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，嘛无人强迫伊接受割礼。有一寡假信徒秘密钻入来咱中间，亲像侦探藏入来，要探咱对基督耶稣所得到的自由，想要互咱诚做奴隶，丧失自由。毋过，为着要互恁通保全福音的真理，阮一丝仔都无对因让步。毋过，遐个互人看做领袖的，无论因的地位是甚物，对我拢无影响，因为上帝无用外貌判断人，因并无另外互我甚物指示。颠倒了解上帝有将传福音互外邦人的任务交托我，拄亲像伊有将传福音互犹太人的任务交托彼得。因为上帝有用伊的权能，互我诚侪外邦人的使徒，拄亲像伊嘛有互彼得诚侪犹太人的使徒。雅各、彼得甲约翰，才会互人看做是教会调酒的。既然知影上帝有将即个特别的使命交代我，就甲巴拿巴以及我握正手，表示因是同工，佮同意阮伫外邦人中间工作，因伫犹太人中间工作。因只有要求阮着关怀犹太人中的散赤人，即款代志拄拄是我一直努力要做。上帝无用外貌论断人。神学学家贝兹将加拉太书文体归类做抗辩批信，这通用来解读加拉太书第1章13节到第2章14节这段长段的述事。保罗亲像徛踮伫法庭伫抗辩，首先陈述事实，才进入主要论点。保罗首先讲到伊伫大马士革拄到主的经历，证明伊的改变是来自主的启示。接续讲，3年后伊才到耶路撒冷见彼得，了后才阁到叙利亚和基利家。迄时犹太省逐教会简单听人讲，迄个以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得传伊过去想要毁灭的信仰。因为保罗的改变，众信徒拢上赞上帝。
14年后，我搁上耶路撒冷，巴拿巴甲我做伙去，嘛带提多做伙去。根据使徒行传，初代教会伫耶路撒冷开始发展。当信徒受迫害四散，使徒还留踮耶路撒冷，向犹太群体传福音。后来伫安提阿，信徒被称作基督徒。了后，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甲巴拿巴，成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当外邦人的教会渐渐有气候，甲耶路撒冷部分信徒伫信仰观点产生矛盾，这个明显是甲犹太人的宗教规例，就是摩西律法，甲饮食条例有关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来到耶路撒冷，除了取得教会领袖的认可，搁较有可能是要找求教会合一。甲保罗同齐去耶路撒冷的提多是希腊人，在当时并未接受割礼，有一寡假信徒秘密钻入来咱中间，亲像侦探闯入来，要探咱对基督耶稣所得到的自由。想要互咱成做奴隶，丧失自由。显然，有人想要甲提多讲，受割礼是成做上主子民的必要条件。保罗却看遮个人是假信徒，是在传另外一种福音。伊强调真正的福音是，上帝无用外貌判断人。伫耶路撒冷的时，保罗和巴拿巴得到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公开认可，因彼此握手，表明达成共识。遐个教会领袖看出，上帝互保罗成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拄亲像伊互彼得成做犹太人的使徒共款。因最后简单提醒保罗，爱记得犹太人中善车人的需要。1876年到1965年之间，美国南方各州还实行种族隔离。在当时，巴士头前的座位简单留互白人，黑人爱坐踮后面。若是白人区坐垫，黑人的位就爱让位。1955年12月1日，退役的罗莎帕克下班坐公车要转去，有白人上共一班车，发现白人区已经坐满，司机就大发，黑人赶紧让位。罗莎拒绝让位，互警察关入去监牢，进而发生反种族隔离运动。罗莎后来伫自传中讲，大家拢讲我是伤忝才毋让位的。其实毋是安尼，我的身躯并无疲累，毋是。假使若要讲我忝，迄只是对屈土地、歧视即件事感觉厌烦若定。保罗伫加拉太书流露的情绪，就亲像罗莎，只是对违反上帝的心意，却号称宗教权威的歧视感觉厌烦若定。默想，我捌因为甚物情况受歧视，当下的感受是安怎？我捌因为甚物情况受歧视，当下的感受安怎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当我受到无公平对待的时，求你帮助我用智慧回应。感谢你伫我艰苦心流目屎的时，陪伴安慰我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你
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